由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主办，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承办的2020年乐活享健康系列讲座，今年总共规划来场次，分别邀请中西医学、健康科学、高龄社福以及集团饮食等各界专家，甲民众分享各项健康的知识。10号登场的讲座，就是由卫福部嘉南疗院颜世卿医师以上善若水为题，为民众讲解心灵保健的重要。因为水往低处流嘛，那人往高处爬，所以人是往高处爬的，又想越高越好，但是水偏偏是往低处流，所以它是处众人所恶，跟人的心是相反的。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主办，我们教育部经费补助，然后由中华医师科技大学承办的乐活享健康讲座啊。那这个讲座今年我们规划了有6场，今天进行的是第3场，我们邀请到名嘴啊，这个颜世卿医师来演讲上善若水。他最主要就是强调以水的特质来强调正向思考的力量哦，带领大家正向思考，我觉得很棒。除了10号这场上善若水讲座，另外伫9月18、9月25以及10月2号，嘛有其他同款精彩健康讲座要来举办。接下来呢，我们还有3场。9月18下个礼拜6呢，我们邀请到南台科技大学陈美珠教授来带一下日本加贺式的音乐疗法，让大家从音乐疗法里面呢来去促进健康。接下来是我们邀请到9月25号邀请到台南市立医院具有中西医执照的曾硕平医师要来谈一下毒物生活中的毒物。最后一场呢10月2号我们是邀请本校餐理系黄宇文老师来告诉大家我们因应这样的气候变迁，低碳饮食对人的永续生存的重要。到时候有做一些低碳饮食，让大家品尝看看。主办单位嘛提醒民众配合防疫规定，请全程挂喙安，而且每场上济只接收50人入场。欢迎对着健康讲座有兴趣的民众，会当伫讲座举办当天，提前到文化中心地下会议厅预约入场。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